大家好，我係展銷王聯盟創辦人 Edward。呢個頻道係希望透過互相分享學習展銷實戰經驗，一齊成為展銷王。今日係2025年10月1日，剛完成1年5日免租金國慶潮州節，但我差啲就輸埋人工同運費。今日同大家拆解免費展銷5大致命問題，以及我點先守後攻絕地反擊。呢個展銷配套極好，免租金，裝潢亮麗，有表演同大量試食。但落場先發現5大致命問題：1. 天氣突變，原定5日展期，因打風被逼押後，損失最多人嘅星期六開場。2. 供電限制，無24小時電力，做凍貨難度大增。3. 極端高溫，熱到有婆婆中暑入院，嚴重影響客人停留意願。4. 客群限制，以長者為主，享受免費試食多，但消費意願低。5. 主題衝突，我日本產品被要求遮蓋，2/3產品唔可以正常銷售。開場第一日星期日先知道以上情況，就算免長租，但預計週末正常人流，起碼要派2個同事在場先應付得嚟。但睇生意額，派1個都嫌多。第一天計埋運費就輸咗啦。第2、3日開下午4點收9點。我經驗，平日尤其是係星期一，戶外展生意額係星期日嘅1半以下，所以就1個同事落場，遲開早收，將人工成本降低。其實諗過放棄場地，如果係交租嘅，相信會毫不猶豫，但係免租嘅就要俾面朋友撐場。最後一日係10月1日國慶，對入場人流冇乜期望，其他朋友參展商都抱住快啲做完就算嘅心態，但可能呢個活動都係以娛樂觀眾為主，實質做展銷賣貨嘅攤位寥寥可數。但大熱天時，除咗飲品，最受歡迎就係冰凍甜品，但因為之前冇24小時電，加上禁嘅人流，冇人會做。正所謂人唔做我做，殺出條血路，就係朝頭早搬2個凍櫃去賣甜品。好彩做咗幾千蚊夠交幾日人工同運費。呢個高難度嘅國慶潮州展，最後搬翻70貨翻公司。總結今次經驗，我學到寶貴一課，免費展銷更要精算隱形成本，相比大型展覽要面對激烈價格戰。呢種高難度展銷只要克服客觀環境，幾乎就係獨市生意。下年如果再辦，只要避開呢啲問題，贏面其實好高。如果你都想學會評估展銷風險，喺逆境中尋找商機，歡迎掃描影片2維碼，加入展銷王聯盟，一齊成為展銷爆數王。